鬥萌鬥 Q， 鬥叻鬥才藝，咁多狗狗喵星人咁可愛得唔得㗎？到底發生咩事？原來係維園市集 VMAX 嘅貓狗鬥一番 model 王大賽，升級愛寵佳麗齊集舞台，大家爭妍鬥麗，真係難分難解啊！經過一輪精彩演出，評審結果出爐啦！最有新年氣氛大獎，嘉許喜慶與可愛並重嘅應節愛寵，寵主最合拍大獎，你睇下佢哋幾有默契，唔止係可愛，仲係充滿愛。才藝佳麗大獎，身手敏捷，出神入化，實至名歸啊！我最喜愛大獎，睇下邊個係貓狗人氣王，當然唔少得壓軸好戲 model 王大獎同 Dog King 狗王大獎啦。一眾貓狗主人台上交流，台下市民同寵物亦都開心互動，唔怪得成個市集都洋溢住溫馨又歡樂嘅氣氛啦。除咗今次呢個咁有趣嘅比賽，維園市集 VMAX 全年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都會為大家帶嚟不同主題嘅市集同埋特色節目，記得留意 VMAX 平台嘅最新資訊啦。約定你 VMAX 見。